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节，节本来是咧讲老爸小弟叫阿节，落尾嘛会当称呼甲老爸同辈，比老爸年岁较细汉的长辈，嘛个称呼翁婿小弟叫小节啊。啊，若是阿伯或者是阿姐生的时势，咱就讲是节伯，像咱讲节伯小弟、节伯小妹。另外，还有一个较特别的用法，就是老母搁在改嫁对象，就称呼后节。另外，文音读作叔，像咱讲真叔母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阿姐，就是拄则讲到称呼甲老爸伯辈，比老爸较细汉，用个称呼有血缘关系，嘛用讲是无血缘关系人。第二个词阿姐啊，这听起来敢若是阿姐的意思，其实阿姐啊，也就是称呼小姐啊，就是翁婿小弟。过去老母拢会对囡仔称呼叫翁婿小弟阿姐啊、小姐啊，叫翁婿阿姊叫大姑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因规家伙啊拢出去佚佗，阿伯坐大船看海影，阿姐坐飞行机看云顶。另外，阿姐啊坐火车看风景，啊那翁婿坐牛车玩龙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节，文音读作俗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